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无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我们现在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说平安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主。一起来，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的宣告，勇敢向前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好吗？我们大有的信心，我们大声的宣告，神都听见。一起来，芥菜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，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，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，大声的宣告，勇敢向前。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说，在你没有，我们再一次哦，在你没有 ，yes， 我们再来一次，在你没有 ，come on， 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在你没有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软弱和忧虑中，你不曾放弃我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我们再次说你的应许，你的应许，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里都是阿们。哈利路亚！我们持续拍手来赞美他。是的，有一位真神，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我们现在再次来找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来，再说一次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
是的，哈利路亚！我们从头再来唱一次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，他要救赎我们每一个人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谁？耶稣，是的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是生命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我们再次说，耶稣是生命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我们再次说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。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说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哈利路亚！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，他也是我们的喜悦，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一起用这样的心情来唱这首歌。你是我喜悦，是我力量，当我敬拜你，我主。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帮助，唯有你，我的天父。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再一次来说，主是我的力量，你是我喜悦，是我力量，当我敬拜你，我主。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帮助，唯有你，我的天父。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。我们一起来说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
我的喜悦，是我的力量。你是我喜悦，是我力量。当我敬拜你，当我敬拜你，我主，他是我们的盼望。你是我盼望，是我们的帮助，是我帮助。唯有你，我的天父，我渴慕，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。我们再一次来说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。是的，主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渴慕，我们一起来说，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。我渴慕，我们再次更深的来渴慕。我渴慕，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。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再次来说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再次更深的来唱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是的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再次唱，在你没有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。哈利路亚！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。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来做个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分别为圣，将这样的时间，将自己的时间来献给你，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来这里单单的敬拜你，渴慕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。所以说，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。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在工作、学业或是人生的道路上，我们偶尔会有点动摇，失去了一些那样的对你的信念。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你的爱里，我们仍然要有盼望，因为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。主啊，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如此的深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。我们现在将我们每一个人交托在你的手中，让我们再次敞开心的来刺他唱，来说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。是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我们永远不要对他失去盼望，我们仍然要对他有信心，因为他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何等的怜悯我们。我的主，在你中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可以将任何的重担都交托在他的手中，任何的事都交托他来掌权，他掌权我们生命的任何的时候。难成的事，哈利路亚！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
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你的名是配得称颂、配得赞美的。我们全心全人、全心全意在这里敬拜你、渴慕你。主啊，我们也将以下的聚会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求你圣灵亲自来动工，亲自来运行。愿主你的话能够深深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。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此时此刻单单渴慕你的话语，来浇灌我们每个人的心，安慰我们的心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依然站立，来攻读新的诫命。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也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请坐。好，接下来我来报告公祷的事项。有许多弟兄姐妹有身体病痛的，那名单我就不一一列，大家可以再替他们祷告。然后接下来是清明节会进行追思扫墓的行程，也求主安慰大家，可以在思念故人的时候，也可以不要太过度悲伤。第4点是，就是目前就是战争越来越频传。希望就是上主可以赐给那些领导人能够有智慧，不然这个战争实在是非常恐怖。即使我们现在没有被波及到，那希望不要有这样的一天。毕竟隔壁有一个好像还要并吞我们的国家，其实还是蛮烦的。好，接下来教会消息。那本主日义节牧师前往永和教会志愿讲台，所以今天不在。第2点是主日学今天早上已经。本主日颁发教会奖学金，那名单如下。就是其实我们现在那个特别要讲一下，就是现在规则领奖学金的规则已经有，应该也是行之有点久了啦，就是有改的比较重视出席率，所以如果你有在这个年纪区间的小朋友，他们有来教会有出席的话，基本上都可以拿到奖学金，所以也请你身边有。就是这个年龄的小朋友的话，也鼓励他多来教会参与。那奖学金的部分也是给予他们鼓励，让他们多多参与教会的活动，这样子。第3点，3月29日下午1点会召开小会，那小会员请留意。那举办的地点是牧师馆。好，4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，在大道城教会会有台北中会。中区众教会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，那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以及他对世人至大至爱的彰显。有弟兄的弟兄姐妹可以前往参加。那下礼拜日是复活节赞美礼拜，那也会进行今年第2次圣礼典，所以如果有想要受洗的人，也请尽快向牧师报名。然后下礼拜圣餐后。预计12点会由宣道部举办复活节彩蛋活动。那因为要先准备一些道具，所以有兴趣的请尽早向他们报名。然后第7点，各团契的会长请于今日将第2季的季表交给干事。今天最后一天，所以还没有交的请尽快交。然后第2季的新眼光已经在1楼，那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再自行取用。好，团契消息：3月28号下礼拜6下午3点，妇女团契聚会是志梅牧师会分享。那肢体消息，就很开心，就是郭文琪长老跟阿环姐的女儿郭心如姐妹，可能我们要待比较久才会看到，因为她离开有点久。那她跟
这样念吗 ？Dimitar Veladikov，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，但是就是与这位先生举行结婚礼拜，那恭喜他们。就是虽然说是在国外，不过也是很高兴，就是比较久没见到的姐姐可以结婚这样。好，那最后奉献明细在下面，大家可以自行看。如果有错误或者是漏的，也请向干事反映，因为这些其实都会登记在我们财务手册里面。好，那报告到这边，我们接下来进行奉献。好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又一个礼拜聚集我们到这边，一同来敬拜你，一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现在世界上有很多战争，但是这一代的人，或许我们或是我的父母辈，其实都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可怕。希望你可以赐下大能，让世界上这些有权力的领导人能够有智慧，可以让这些战争不要临到我们身上来。那也求你保守那些在战争中受苦的人民们，可以得到安慰，可以得到平安。虽然说我们目前是活在非常平安的时代，但我们也会面对大大小小的苦痛。虽然说比不上那些受到战争迫害的人，但求主你也看顾我们，让我们不论在面对困难或是重要的抉择的时候，就如同刚刚歌词所说，你可以让忧伤变为喜乐，让惧怕之后转换成我们的勇气，能够去面对这一切的困难，也让我们在做这些抉择的时候，有你的同在，指引我们的脚步。那我们奉上这些金钱作为圣工之用，也希望你能够悦纳。最后，我们要用主祷文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圣经。今天圣经节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1章38节到44节。那我来念，大家仔细听。第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墓前。那坟墓是个穴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“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定臭了，因为他已经死了4天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？”第41节，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，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了我。我知道你常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，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。”说了这些话，他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了，手脚都裹着布，脸上包着头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他，让他走。”好，今天的圣经节到这边。那正道，今天志美牧师要带来的主题是还有希望吗？时间交给志美牧师。
喂，好有。前几天就前一个礼拜一，我就陪子瑜去医院做检查，他要给他的宝宝要打预防针。那他自己呢，因为也满月了，所以他要回诊这样子。那他在诊间呢等待的时候，候诊的时候，刚好他前面有一个女性的患者，也是很年轻的一个女生，好算是女生吧。好，他听到，因为在同一个诊间嘛，他在这边等。那他听到他跟那个医生的对话，那就知道这个很年轻的这个女生呢，她年纪轻轻的就已经进入更年期了，意思是她没有办法，她无法怀孕生子这样。那对于这位年纪轻轻的又想怀孕生子的女性来说，她的未来还有盼望吗？结婚生子这件事情，其实从过去到现在，很多女性都承担了许多的压力，对吧？已经结过婚的女性，好，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。而且呢，只要你愿意生，又生不出来的，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谁的问题？女生的问题是妈妈，你看她还不是妈妈，就是妻子的问题，好，都是妻子的问题。那好，生了以后呢，如果又有分性别上，一直生不出女生，一直生不出女孩，又是谁的问题？还是妈妈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从以前看到许多的妇女，我们的母亲辈或是阿嬷辈的，很多就是一直生，就是如果她有儿子是最后一个的，前面一定是有的是一头拉骨的姐姐们，这样子就是一直生，一直就是为了想要生一个男孩。那感谢主啊，现在医学进步嘛，哈，医学进步知道生男生女是谁决定的？男生才能决定嘛，所以呢，女生都是在背黑锅啦。好，女性在一直以来都在为生孩子这件事情都在背黑锅。生不出男孩，在过去一直以来生不出男孩子的母亲，其实现在好像也是会有一些家庭还是会有这种压力。好，就是生不出，一听到生男孩哦，好，生女孩哦，好，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可能有男生比较好这样。就现在还是比例上还是会有，好，还是对这种男女平权这个事情呢，好像还不是那么的到位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怎么样才算是有希望？那一定如果没有怎么样，就一定就是完全没有希望。其实人生就是一连串的选择，如果有机会做选择的时候呢，就有希望。那如果完全已经定局了，已经既成事实，已经定局了，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了，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绝望。就像那一位年纪轻轻就被宣判你进入更年期，然后呢，你没有办法你想怀孕，但是也没办法再怀孕的那一位女性。那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到一个新生儿。好，一个新生儿，看到新生儿，我们会很有盼望。那是因为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新生儿会慢慢的长大，好，慢慢的会变像凯阳啊，像可晴啊，这样可爱。好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在满心期待孩子从刚出生、满月、满周岁这样成长的过程，当我们满心期待他们成长的过程，其实他们也正走向各种疾病。会开始生病，各种奇怪的，或者是有些一般的感冒，或者是我们比较熟知的肠病毒，那就算。有些病症是非常罕见的病症。好，那面对这些罕见的病，就是当孩子慢慢长大，我们期待孩子长大，可是当他长大的过程，一定会碰到疾病这个问题。然后呢，会碰到各种可能意外事故，甚至走向死亡也不一定。因为棺材不一定是装老人的。其实生老病死，我们看多了也知道说就是常态嘛。电视新闻、社会新闻有时候，很多人就是山难啊，或者是溺水的啊，特别暑假等等的这种意外。生老病死其实应该是人生的常态，可是为什么每次我们碰到了一个关口，我们就会变得焦躁，我们会变得过不去？今天我们就透过约翰福音有关于拉撒路这个人的记载来思考一下，我们对于生老病死这件事情，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心理建设？我们先简短回顾一下，我们从过完年的那个礼拜，
好，就是过完年那个礼拜，2月22号，可心的生日哈。从2月20号到现在1个月的时间，我们都在读约翰福音。这个进度很慢，但是约翰福音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思考。好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”又说：“道成肉身的耶稣是生命的源头，是世界的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”这是第1章就是开门见山，约翰福音就讲得非常的清楚耶稣的身份。紧接着再从第2章到第9章，也就是这1个月以来的读经进度呢，其实第2章到第9章其实也蛮短的，感觉上这个篇幅很小。好，第2章到第9章都在证明这件事情，都在证明第1章耶稣的身份这件事情。好，从第2章第9章，我们看到耶稣在迦拿行的神迹，还有法利赛人尼哥底母在3更半夜偷偷的跑去拜访耶稣。还有谈到撒玛利亚妇人的信心，还有耶稣在毕士大池边医治了一位病了38年的人，然后呢又谈到5饼2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还有又治好了一位生来就失明的人。在第2章到第9章这么多奇妙的作为，都在见证耶稣确实就是那一位道成肉身，从太初就与父上帝同在的生命的源头。好，约翰福音的记载这样子看过来，我们非常的亢奋啊！哈，确实让我们感觉到，真的是在人不能，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。可是当我们进到第11章，突然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奇怪的感觉，好像一个什么东西堵着、闷着的那种感受。那就是有一户人家，就是马大、玛利亚跟拉撒路这户人家呢，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好。好，有一天拉撒路生病了，他这个病还不是普通的一般的感冒，是一个还算蛮严重的疾病。于是呢，马大、玛利亚就拉撒路的姐姐赶快差人去找耶稣来，希望耶稣赶快来为他的弟弟祷告，这样子。如果关系很好，那个弟兄，你们如果邀请牧师去，牧师一定会马上去的。好，如果我们请你们来，你们会不会马上来？会，谢谢你。应该是会马上啊，对不对？毫不犹豫，不会停留。可是呢，读到这里，我们就知道，耶稣听见拉撒路病重的消息，但是他好像不怎么在意耶。就是在人来看，他好像不怎么在意，他好像没有那么紧张，好像好，我马上过去，好像没有他就是很轻描淡写的，就是他还在继续处理他要处理的事情。那对急的人来讲，说耶稣你是在干嘛？你是在摸什么？赶快走了，你还在那边摸。而且呢，就在耶稣这边摸东摸西摸的过程，好，当然耶稣不是东摸西摸，只是对于心急的人来讲，耶稣好像在东摸西摸，处理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，这样子。就在那个过程，拉撒路死了。如果耶稣是现代版的牧师，他应该会被炮轰的体无完肤。但是基于过去耶稣的作为，还有耶稣跟这一家人那么亲密、那么好的关系，所以当后来耶稣又就来到拉撒路他们所在的这个村庄的时候呢，拉撒路的2个姐姐，因为以前关系还不错嘛，那耶稣对他们来讲又是非常尊敬的一个老师这样子，所以他们也不太敢跟耶稣说那个口气啊，不会说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我们搞错怎样啊？他不会是这种口气。好，他们还是很有礼貌的，拉比老师。你如果早一点来，我的弟弟他就不会死了。这个时候，还有旁边有一些去吊唁的人，一些亲朋好友嘛，都一样去跟他们一起哀伤这样子。那些人就开始私下在那边议论，就说：“对啊，你明明就可以医好那个失明的人，你也可以医好那个在38年病了38年的人，你这么你这么厉害。”你要早点来，拉撒路就不会死了，何至于呢？好，这样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怎么会这样子这种结局呢？好，第38节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，他说耶稣心里悲叹啊，耶稣心里
悲叹，这个在原文的，它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，是什么情绪呢？在那个时候，耶稣对于周围的人的那些反应，对于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哀痛跟绝望，耶稣悲叹，他哭了。圣经形容说他哭了。耶稣在人性上，在表现上，他的情感，他哭了，他哀伤。可是耶稣也是人，他不只是人，他也是神哦。他是一位真正的上帝。在耶稣的神性上，他隐藏的失望跟愤怒，他有点生气，就是心里悲叹。耶稣心里悲叹的这个悲叹，在原文他的情绪是非常的丰富、非常的复杂的，不只是哀伤而已，还夹杂着愤怒跟失望。耶稣的悲叹是在于那些人因着失去盼望而动摇的信心，是在于人的盼望。人盼望的一直都是病能够得医治，一直盼望的都是那些五饼二鱼可以喂饱肚子的那一些事情。耶稣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生气，因为人们所期盼的始终都不是他所要给的那生命的活水，始终都不是他所要赏赐的永生。耶稣的心情在那个当下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耶稣却相当明白人们心中的想法。所以耶稣带着这么复杂的心情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前，要他们把封在那个坟墓前面那个大石头给挪开。还有，既然都已经成地局了，一个人就死了，都在坟墓里了，还要把石头挪开，是要干嘛？就好像我们想说，我们亲人离世，然后已经都埋葬好了，都安葬好了，都安奉好了，还要把它再拿出来，你是来乱的吗？好，耶稣你是得乱的哟。这时候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们都已经整个礼仪各方面都结束了，没有人懂耶稣到底要干嘛。所以马大呢，就是拉撒路的这个死者的姐姐拉撒路，就很快的做出了反应，就是拉比，耶稣啊，拉比，我的老师，我的弟弟已经死了4天了，已经臭了，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去动那个什么坟墓了。但是这个时候，耶稣却对马大说，40节，他说：“你若信，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。”然后41节，耶稣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。”父啊，我感谢你。下一页，好，耶稣就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听了我的祷告。”然后耶稣也很确信说：“我知道，父啊，我知道你常常听我的祷告，但我说这话，我会这样子求，是为了我周围站的这些人。我会这样子说，我会这样子祷告，是为了周围站的这些人，要使他们相信是你差了我来的。”所以耶稣到底是在为谁哀伤？他不是在为拉撒路哀伤，他是为了周遭的那些人，因为他觉得拉撒路没有什么好哀伤的，因为拉撒路跟他关系很好啊，而且他知道拉撒路已经进入了永生了，所以没什么好为他在那边啼哭哀痛这样子。耶稣是因着周围的这些人的绝望，让耶稣感到哀伤，感到愤怒，因为他们总是画错重点。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象一个画面，就是好，拉撒路他走完了他在世上上帝所为他安排的一个道路，他相信耶稣，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好，是耶稣所爱的人。如今拉撒路安息了，他安稳的进入了永生，但是有一群人却绝望的哀痛了，在他的住所那边哭泣。对，然后对耶稣的行为百思不得其解，他为什么延迟过来，然后为什么又要把石头挪开？对于为了这群绝望的人呢，天父就听了耶稣的祷告，天父答应了，说好啊，那就让他复活吧。于是呢，他就允许耶稣呢将拉撒路从哪里呢？从永生再被带回今生。
于是就在拉撒路，我们想象那个画面，拉撒路他已经准备安息，躺卧在天父的怀里。突然，耶稣跟他说：“啊，不好意思哈，等一下，还不是睡觉的时候，先起来。好，拉撒路，你先起来，抱歉。为了你那一些在坟墓外面绝望的亲友，你先等一下好了，你先不要安息好了。好，你再回来，你再回到这个会让肉体日渐衰残的今生，你再多待一会儿。”弟兄姐妹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耶稣让拉撒路起死回生，那真的是我们想要看的神迹吗？当然，上帝的剧本不会千篇一律，上帝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。上帝不会让每一个他所爱的人都像拉撒路一样起死回生，因为其实在基督里的人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，他还是活着，他已经进入永生了，他只是睡着而已。对耶稣来讲，他根本不是死亡。上帝所顾念的是那些在周围的亲友，在悲痛之余几乎失去盼望的亲友。所以上帝总是知道我们有多少信心能面对我们所面对的挑战。上帝知道我们有多大的盼望，可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继续跟着耶稣向前行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其实连自己有多少能耐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很多时候，上帝其实给我们丰沛的力量，但是我们不会去用。那个活水，我们常常都就是画错重点，一直在努力那一些井里的水，而不是耶稣这个活水。但是我们不知道，但是耶稣知道啊。如果我们心存盼望，我们就一定能在如鹰展翅上腾。对于那些已经既成定局的事实，我们所要抓住的是什么呢？主若愿意让我们可以再来一次，再做一个选择，我们所追求的又该是什么？如果已经没有机会，我们就真的没有任何指望吗？如果我们的目标始终放在今生的事物，只关注自己的生活，不是说大家不要关注自己的生活，而是只有关注自己生活，而不是上帝国度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坏消息就是，即便今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他还是会死啊，他还是会，而且还会再死一次，应该这样讲。他已经生病很痛苦了，死掉了，好不容易安息了，然后活过来，说不定他会又再病痛折磨一次，或者是他可能会出什么意外，又被撞死一次，等等之类的，不知道。如果我们的眼目没有调整，那么坏消息就是，活过来的人还是最终会在面对死亡，因为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死。耶稣为了拉撒路的亲友向天父祷告，所盼望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明白，他们所当盼望的是耶稣这个生命的源头。43、44节这里说，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，对他们说了这些话，说：“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这些人哦，不是为了拉撒路。”说了这些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耶稣就对着在坟墓里的拉撒路跟他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拉撒路就出来了，手脚都裹着布，脸上包着头巾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解开他，让他走。”一个正常的人会被手脚都被绑住，都很难行动，更何况是一个已经躺在坟墓里4天的死人。当耶稣在坟墓外面呼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，拉撒路就出来了。耶稣呼叫，拉撒路就回应。拉撒路可以不出来吗？拉撒路可以不回应吗？其实可以哦。我就躺得好好的，我在天父的怀躺得好，不要叫，我要睡觉。那种赖床，大家都有赖床的经验，对不对？那个闹钟响1次、2次、N 次，延迟，最后给它关掉。我不起来就是不起来，我可以选择不起来，我可以选择不出来啊。因为上帝有给人自由意志啦，上帝始终给我们有自由意志去做选择。其实拉撒路他可以选择不出来耶，毕竟他已经在永恒里享受福乐了。他都已经跑完当跑的路了，还要再重来一次，我自找麻烦吗？
何况又是在一个被绑手绑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。但是拉撒路他却愿意排除万难回应耶稣的呼召，拉撒路他愿意走出坟墓的这个决定，也见证了他确实配得进入永生，因为他顺服，他爱耶稣，他愿意为了耶稣暂时放掉他的既得利益，他已经得到了那个永生，好，但是他为了耶稣，他愿意暂时牺牲他自己的既得利益。一个在灵里自由、不受肉体病痛限制、一心向往西安大道的人，他的出现，拉撒路的出现，能带给周遭的人的安慰是何等的大。当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看见拉撒路就这样出来，反应都还没办法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耶稣就马上说，因为他还被那个裹尸布整个裹着嘛，好，可能会有一点松动，但是整个还是非常的不方便不舒服。耶稣就说解开他，让他走。我们是否能有像拉撒路这样的信心跟盼望？当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浪，就好像有一条裹尸布把我们整个裹得让我们窒息，让我们动弹不得，然后又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被人放在坟墓里。那个时候的我们还有盼望吗？感谢主，在耶稣基督的团契里，我们始终都有盼望。确实，在人的一生，我们经历的这些生老病死，总是会让我们还有一些很多让我们很扼腕、很伤痛的事，已经无法挽回的事情，有非常的多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只能像拉撒路独自面对。我们身体的病痛，我们所碰到的意外，等等的事情，工作上的压力，很多事情我们都只能自己去面对，不是吗？即便有人陪伴，或者有人可以帮诉苦，但是诉苦完，或者是我们祷告敬拜完，我们还是要面对啊。现实还是问题，还是放在那里，我们还是得要去面对啊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就像拉撒路这样子，我们只能独自面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我们的遭遇跟经历。就好像孩子生病非常的不舒服，我真的好想替我的孩子病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啊，我就是没有办法替他受苦，这件事常常会让我们觉得很绝望。就在一切似乎已经成了定局、毫无盼望的情况下，我们确实很难自行解开缠裹我们的那些布条，也很难有任何的动力从自己所挖掘的坟墓里走出来。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，但是耶稣可以。耶稣曾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这样的复活不单只是一个人的复活，而是为了整个信仰的群体。当我们听到耶稣说“某某从你的坟墓里出来”的这个时候，我们会看见许多弟兄姐妹从他的坟墓里就这样走出来了。意思是，如果我们能像拉撒路一样，在我们还活着、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即使我们可能会因为身心灵的状态被约束，甚至像一个死人一样被丢在坟墓里，在基督里我们仍然有盼望，我们依然可以蛮有信心、蛮有力量的回应主的呼召。如此，那些因着我们这些遭遇而不断的在旁边为我们祷告、迫切为我们祷告、为我们祈求，甚至流泪哀痛的弟兄姐妹，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经历那复活的喜悦。其实在我们建城有许许多多的拉撒路，我们建城有许多的拉撒路。我们在座不只是在座，还有我们台语礼拜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的抗癌的勇士，还有许多因为中风他需要复健。当这些抗癌的勇士他一个人独自在面对癌症的时候，对了，或许我可以陪他去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替他痛。好，那些复健的可能中风复健的非常的辛苦，
非常的辛苦，我也不能替他辛苦，我也只能为他祷告，看着他这样子的辛苦。还有我们在工作上的，常常我们在工作上，还有学生在学业上，在家庭，特别是育儿阶段的，好小孩子还小，等等的，很多你们生活上碰到的，一支蜡烛好几头烧，亟待解决的问题像排山倒海、没完没了的迎面过来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这些无法摆脱、甩也甩不掉的现实，一直试图把你们要从耶稣的身边给拖走，一直想让你们放弃。好了，那我就像被裹尸布裹着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倒在坟墓里，我什么都不想管了。我什么都不想管了，我就放弃了。有些人会自杀，是因为这样子，他没有盼望，他走不出那一条路，他没有仰望生命的源头。这一些现实上的东西，试图让我们都成为那个迷失的羊啊，就是把我们从耶稣的身边拖走啊。哎呦，你身体这样子了，就不用去了啦。哎呦，你工作这样子忙，这样子就不要服侍了啦。啊，你怎样，就有各种的声音，要把我们一个一个这样缠起来，像那个木乃伊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就是这些势力，这些黑暗的势力，要把我们从耶稣身边拖走，让我们像迷失的羊被狮子吞吃。哎，还不是倒在坟墓里哦，是倒在乱葬岗。就是比坟墓还要可怕的乱葬岗。如果我们就这样子被拖走了，但感谢主，即使日子过得再苦再闷，牧师看到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都没有停止参加聚会。我看见你们常常努力挣扎，从你们自己的裹尸布，从你们的坟墓里，从你们的困难里，当耶稣说某某出来的时候，你们就出来。只是牧师觉得很感动的事情，其实在我们教会真的很多，几乎每一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我们都有自己的困难，都有自己的难处，但是你们都愿意排除万难，听见耶稣的呼召。耶稣说出来，你们就出来。你们愿意继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，你们愿意继续关心主的教会，服侍他。这一切其实对整个信仰团体来说，你们借着耶稣基督所带出来的那个盼望的力量是何等的大。你们不要小看你们的存在，不要小看你们只是出来。或许你们可能觉得说，啊，我只是坐在这边，我只是站在这里，好像我也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你们的存在，你们的出现，就见证了你们的生命有耶稣，你们的生命充满盼望。弟兄姐妹，或许你正陷入低潮，但绝对不能失去盼望。我们所盼望的始终是基督的真光，始终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愿主保守我们能持续像拉撒路一样，成为信仰群体中的光与盐。只要那个方向对了，只要我们所仰望的这生命的源头耶稣，只要我们仰望这个方向对了，路要怎么走都可以。只要我们的方向对了，路要怎么走都可以。只要方向对了，即使我们不小心又倒在坟墓里，也一定会有复活的盼望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，在主没有难成的事。你是我喜悦，是我力量，当我敬拜你，我主。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帮助，唯有你，我的天父。我渴慕你
在我生命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再用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。主，你是我的喜悦，你是我喜悦，是我力量，当我敬拜你，哦主。你是我盼望，是我帮助，唯有你，我的天父。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，在主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在你没有难成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主啊，我渴慕，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，我渴慕你能力彰显在我生命。耶稣说，你要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从坟墓里走出来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是的，主，我们要靠着主的力量从我们的坟墓里走出来。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再一次呼求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里面凡事都有可能。耶稣，在你从没有难成的事，因为我全心信靠你，我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。当我们信靠你，当我们渴慕你，主啊，你就赐下莫大的信心与盼望，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坟墓里走出来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他人为我们迫切的祷告，我们解开那些缠裹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些让我们无法动弹的事物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在你的爱，在你的怜悯释放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里面都可以重新得到那属灵的自由，让我们可以即使在坟墓里依然有盼望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保守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到永远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一起唱会后诗。
走出去。一起来，哦主，求你使用我，哦主，再见我，是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自由。大声说，他不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哦，每天总会讲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，每天都说，哦，哈利路亚 ，Come on， 哦哦哦，嘿。再大声一点，我们来对主说，让我们唱出赞美的有词，一起来，大声说，他不走，带着主所赐的力量，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。再次每天，总会讲，有主同行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去传扬。每天都说什么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一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让我们将掌声献给爱我们主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华语礼拜到这里结束，谢谢。